科技与想象力已经准备就绪，接下来就用双手创造神奇。没有失败，有的是通往成功的过程。You ready? 黑夜光涂鸦，还是刷新你的记录？让它在你手中散发光芒。只要敢想，机器也能变成人。拍摄细胞全家福，与整栋大厦玩贪吃蛇。上传创意，成就传奇，让科技在你手中熠熠生辉。诺基亚 N8，科技因人而异。